咱三个来祈祷。是阮疼痛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互阮一个月过一个月会过，时间咧过，总是主你一直甲阮三个同在。阮对旧历新正结束以后，阮包括全世界侪人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通互阮的生活无法度有正常的规律。确实，阮嘛感谢主，就互阮会当伫台湾即个国家，主你互阮一直拢有平安，嘛通互阮有将近一礼拜的时间，互台湾拢通零确诊。阮伫遮来献上感谢，阮也恳求上帝你施阮帮赞，来看顾台湾，包括万国、万邦甲万民，会当伫上帝你的耶早中间，通守护互阮有平安，嘛互阮有健康，通互阮伫接续的年日继续有盼望。因为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5月。上时是妈妈节和圣神降临节的时阵，这拢是互阮看见着上帝你有母亲的一面，毋干那伫阮的肉体守护互阮有妈妈，嘛互阮透过圣神的做工，会当互教会因为安尼来诞生。天父上帝，阮伫遮献上阮的感恩，也求主你引带阮，通伫上帝你有母亲即款的特质的疼内底，互阮得到束缚，得到稳定。就那互阮亲像得到妈妈的疼共款，每一天有平安，每一天有喜乐。愿主你的圣神伫即粒嘛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安尼祈祷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因为上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今仔日是5月份的第一主日，拄则还未开始礼拜前，牧师看见着今仔日咱有不止久无看见的会友，也拢陆陆续续倒来到伫咱的教会。敢若亲像看见着单张老娘，看见着朱阿姐，遮的时代，也是看见着坐伫楼骹，咱的个人执事，执事娘，和顶会长老，也佫有咱教会所栽培的张义伦准牧师。今仔日5月份第一主日，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。因为今仔日伫咱的教会有一个欢喜的事，就是等下礼拜煞，咱要伫教会的门口，咱有邀请咱遮的时代，包括遮的长老娘，包括何老师，包括李美姐，旭父兄，甲魏爸爸，咱要做伙伫头前为着即只新车来做剪彩甲开幕。咱感谢上帝，虽然就那亲像拄则咱的师会马利执事所讲的，咱因为肺炎的问题，教会受到真大的影响。但是咱的教会甲别间教会比较起来，咱是有福气，因为咱会当正常做礼拜，咱会当大家欢喜自集，伫教会的圣殿伫遮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我想这是值得咱爱感谢上帝的事，所以牧师还未分享的进前，我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甲你的边仔的兄弟姊妹讲，看到你今仔日真欢喜。感谢主，我想真久无听见着伫礼拜堂内底有安尼真热热。或者是讲真活动即款的声音甲气力，但是毋望咱
会当伫上帝的祝福甲带领的中间，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帮赞。特别咱伫4月12过活节以后，若接教会的年历的顺序，咱已经开始准备要来照圣经的记载，有耶稣的上天，也有圣神的降临。我想伫这段时间内底，咱遮的圣经节牧师要甲咱大家做伙分享的信息，也就是要甲咱提醒圣神做工的重点。更较要紧的是，伫咱基督新教，咱伫今年的5月31是圣神的降临节。通过圣神的降临，咱看见着教会的出现，也看见着教会存在是要来为着耶稣基督的国活来做见证。我要邀请咱拍开今仔日的圣经，咱透过伫今仔日圣经的记载，咱来做伙熟悉甲认捌整个经文的信息。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要通过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2节到第47节的经文，咱要做伙分享，做伙来勉励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爱大心有做一个认捌，也就是咱咧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阵，咱爱将路加福音做伙来甲参考住。因为路加使徒若照着伫圣经咱对伊的认捌，路加甲使徒这两本圣经册，拢是同一个人所写的这个圣经的内容。所以同一个人写重点，也就是同伫一个所在。伫路加福音书的24章47节，来甲咱讲，耶稣过活了后，甲伊的学生交代。恁着爱去普天下去传悔改甲赦罪的信息。所以伫今仔日使徒行传第2章，咱看见着彼得受到圣神的感动，伊来讲道。所以咱常常讲使徒行传第2章是彼得的第一篇的讲道篇。咱会当看见着讲彼得的讲道中间，一直也不断就悔改。甲这个赦罪的信息来伫即中间，互所有兄弟姊妹会当认捌。所以伫遮咱通看见着讲，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彼得讲到煞了后，然后有人回应伊的信息，然后来接受洗礼，也通过安尼来表明讲罪已经被洗清，然后圣神会当临到伫即个无罪的人的心上的时阵。嘛代表讲人是圣洁，所以伫彼得的讲道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侪人因为安尼来回应呼召，所以伫即中间，毋干那信徒的人数有增加，更较要紧的是团契生活是建立伫分享和祈祷的顶面。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伫拄则咱的书会马里即书所带咱读的。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，互咱看见着讲，团契的生活应该是有疼人甲疼上帝即款的记号。所以通过第43节到第47节的经文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，伫即个团契的生活，也是讲伫即个信仰的团体中间，使徒来伫即中间行做事的神迹。那如果你手头是摕华语的圣经，会当看见着讲，第43节遮，因为使徒来行神迹奇事，所以华语的圣经讲，因为安尼众人就敬畏因。我想这段经文嘛是来甲咱来做一个甲旧约之间的一个连接，也就是当人看见着上帝的作为无明白。或者是讲毋捌看过的时阵，迄个恶影，也是讲咱台语圣经、白话字圣经遮讲惊吓，拢共款。因为上帝的作为超越咱的想象，所以人也因为安尼来看见着使徒是有权柄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使徒的溃烂，咱若照路加福音书4章14节的记载中间，通看见着讲，
耶稣之所以伊讲到有官兵，或者是讲耶稣会当医病赶鬼，拢是因为圣神甲伊三角同在。所以今仔日共款的意思，使徒有才调来行神迹奇事，拢是因为有圣神的同在，也透过安尼，通互信徒会当清楚知影，圣神是上帝，圣神是来自对上帝所出的气力。所以通过安尼，那照希腊文的圣经来甲咱提醒，伫这个过程内底。正人的行行嘛，代表因对使徒的尊重，因为因知影讲使徒是通过圣神的充满，会当伫即中间来做神迹奇事。所以伫即个团契的生活、使徒中间的生活内底，咱通看见着44节，才有一个真水的记载，通互咱看见着讲，伫初代教会所有的物通公家用。45节都甲咱讲，而且都袂物散家业，照逐人所欠用分互因。哇！咱通看见着讲，伫使徒行传内底，互咱看见着初代教会是过着即款公家用的生活。所以伫第2章才有做一遍的记载，然后到伫第4章32节到37节，犹原都甲咱再一次提醒。伫初代教会也有即款公家用的生活，但是以咱目前的观念内底，即款公家用的生活实在是真无可能，因为大家会感觉讲太有即款代志的发生。但是若照着初代教会的即个款生活的方式，就是要来互咱看见着讲，伫一个信仰团体的生活中间是徛伫。互助、互信、互相扶持这款的见证中间，所以透过伫这款的生活内底，佫较要紧，团契的生活是每一日专务伫殿内，所以团契的生活毋是干那伫物质的顶面讲家用，是伫信仰的中间，大家有组织，然后。伫人家来爬饼，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。所以伫生活甲信仰的中间，透过听来做一个连接，也通过安尼，咱通看见着讲，伫即个信仰的团体，用听来做见证，那亲像耶稣的教导共款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就是我的学生。所以咱通看见着讲，教会也因为安尼注重得救的人，日日加添互因。咱会通看见着讲，一间教会伫听上帝佮听人的时阵，因是充满喜乐。一个团体的生活，是因为听有气力；一个团体的生活，通过听。来表现出生命的见证，所以咱通看见着讲，初代教会的成长甲进步，是伫三听的行为中间，来将信仰甲行为来合一起来，因为圣神伫即中间来做工。所以咱若有机会伫使徒行传的圣经的记载来看，咱会当看见着讲伫今仔日，譬如讲伫拄则咱的师会带咱读的时阵，甲咱讲，初代教会因为听彼得的讲道加3000人，但是伫较后壁的经文内底，话记载甲咱讲加5000人，话是甲咱记载加侪人。咱通看见着讲，初代教会为什么它会遮尔兴旺？佫较要紧的是，伫初代教会的中间，因单纯来领受圣神的做工。通过安尼，互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伫生活中间一个真水的见证。伫路加甲使徒拢足清楚，互咱看，即个听个水的见证，就是透过分享。咧读路加福音书的时阵，如果咱若看第3章，
当然，大家若手头有笔，你会当小安尼甲记起来。路加福音书第3章，足简单的，大家若甲记第10节、第12节、第14节。当行洗礼约翰伫人群的中间，伫遐传道理的时阵，总共互人问3遍，互人问3遍，讲我着应该爱安怎样来做？我到底要该做什么？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通看起着讲，行洗礼约翰伫遐来挑战当时伫社会各层次的人，恁是毋是有欢喜将你的一半来分享予另外一半有需要的人？这个分享所带出来的，是互人甲人之间会当来连接起来，因为耶稣基督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咱也注意看。咱也注意看，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的3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的37节，咱共看起着讲，众人听起着彼得的讲道，然后众人来问彼得讲：兄弟啊，阮着怎样做？像拄则牧师拄讲的3章，《路加福音书》3章。10节、12节、14节的问题拢是共款，阮着怎样来做？所以伫信仰的中间，毋是干那听道理啦，是爱有回应。阮着怎样来做？所以透过伫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咱通看见着初代教会遮的兄弟姊妹，听见着彼得的讲道，因着反悔、悔改。然后来接受洗礼，透过洗礼来领受圣神的修饰，这伫38节到39节拢互咱看。所以彼得伫遮来邀请兄弟姊妹来做回应的时阵，咱注意来看第40节，彼得来抗因，来甲因提醒。恁着叫家己脱离这个邪的世代。伫白话字圣经才甲咱讲邪，这个邪的世代，邪恶的世代。如果你手头华语的圣经，应该是照你讲是写弯曲的世代。但是这到底要甲咱讲啥？到底当时迄个社会的背景是咧要甲咱提醒啥？各位兄弟姊妹，通过伫希腊文的圣经，会发现到原来这个邪，或者是你摕华语的圣经讲弯曲，在咧甲咱讲当时的社会是充满无诚实的气氛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是无诚实，所以也因为安尼，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共款。所以，伫当时的社会的背景，会当互咱来做一个了解，迄个邪恶，也就是伫道德行为的中间有弯曲。所以，如果咱来回想，行洗礼约翰，伊来自我来做宣告，来甲大家讲伊的使命，伊是要来受得主的道路。所以，伊要受得主的道路，意思就是伫当时迄个道路是弯曲，也就是伫一个罪恶的一个形容内底。所以，伫神学家常常拢讲，咱甲上帝的关系毋惊无连接，毋惊你无信上帝，是上惊是你甲上帝的关系若有弯曲，安尼是上可怕的。因为你对上帝的认捌是错误，所以今仔日伫遮，互咱看起就讲，伫初代教会伫迄个社会的背景内底，是一个弯曲无诚实的背景。所以人甲人之间，或者是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真无正常。所以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人书2章15节，甲咱讲。身为上帝的儿女，爱正做世间人的光，
因为上帝的儿女爱伫弯巧的世代中间无缺点。意思就是讲，伫社会内底，伫日常生活中间，做基督徒的咱，爱有行为事证来做见证。所以伫经济学内底，若如果列位在座的兄弟姊妹有咧读经济学，或者是讲对经济即款的议题有认捌的时阵，应该拢捌听过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独占利润。什么叫做独占利润？独占利润的意思，简单来解说，就是把这个利润想尽办法来甲伊上大，所以我会当独占这个利润，我会当把这个利润上大的时阵，目的就是要互家己来追求上大、上好、上多。所以会当独占，都会当有利润。咱讲较现实的，人太袂自私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咱会当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透露一个关键，也就是诚实。迄个弯巧咧，甲咱讲的，就是迄个时代需要的，就是诚实的生活。所以伫今仔日白话字的圣经写得足清楚哦。咱来看46节。46节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拄则书的带咱读，日子当心专务伫殿内，也伫人家来掰饼，用啥物呢？用欢喜，佮用啥？诚实的心来食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伫使徒中间的生活，应该爱有欢喜的心，佮爱有诚实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伫当时的环境的中间，咱毋通亲像世俗共款，用着自我来做中心，是爱互咱用着耶稣基督来做中心。通过安尼，就若亲像神学家有一位叫做潘霍华伊讲的，团契的生活是为着耶稣基督来组织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这本册叫做《团契的生活》这本册，若有机会大家会当购买来看，薄薄啊一本。但是这本互咱有足侪会当去反省甲思考的信息。譬如讲，这个作者伊甲咱讲，团契的生活是为着耶稣基督，所以信徒甲信徒的组织。今仔日咱大家是因为耶稣基督，无论你是查甫还是女性，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款的教育环境，无论你的家庭经济，无论你的身份，拢是因为耶稣，大家组织伫教会内做伙领受主的恩典。所以咱会当到伫另外一个信徒迄边遐，是因为耶稣。所以咱因为耶稣。信徒要永远连接做一伙。牧师常常伫原住民的部落底下出席，见摆若去到伫原住民的部落，原住民总爱甲我讲一句话，甲我讲有你真好。有当时我拢想讲，是毋是因为我见摆去部落有赶欧米亚过去，因甲我讲有你真好。结果才知影讲，原来对因来讲，会当看见着对都市来，而且都白白胖胖的童工来到伫因的部落的时阵，因的有你真好，就是因为咱伫共一个信仰的内底，大家连接做一伙。我家己牧会了后，我逐礼拜每一个拜日会当看到一位兄弟姊妹，无因为肺炎的问题，无因为什么款的条件，大家拜日用敬虔的心来做礼拜。事实上，爱用感谢的心甲大家讲，有你真好。所以伫初代教会迄款真要紧，大家三角连接做伙的时阵。
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大家连接做一伙，会当用听来做中心的生活。所以伫迄款的生活中间，大家互相服侍，然后用上帝的话来掌管，来互相约束。换一句话讲，那是出自圣神的信仰团体，袂为着家己来生活。那是出自圣神的信仰的团体，咱会晓去相听。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的讨论中间，就是要帮助咱会当清楚知影讲，信的人组织做一伙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意思。咱的组织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咱因为耶稣基督有欢喜甲诚实的分享。各位兄弟，我想伫今仔日的信息中间，互咱有足大的提醒甲鼓励。特别拄则咱通过团契生活的这本作者，甲咱提醒，咱爱借着耶稣基督来做伙组织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从自己能够到另外一个信徒那里去，咱会当连接。咱袂因为伫教会中间，你现实的生活有好野善，或者是因为你是男生女生伫遮有区分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来隔绝。但是呢，安尼的时阵，咱伫同一个信仰的中间，咱嘛同款会伫同一个信仰的团体内底，来看见到有同温层这个代志。什么叫做同温层？约伫这5年，伫网络遮少年人，定定伫文字的中间讲同温层，这就是咧形容讲有少数的人，伫因的立场、因的观念是接近。所以，这群人真好好，这群人伫团体的中间袂有摩擦。往往这群人若组织的时阵，真欢喜、真喜乐，有共一个话题讲，嘛会当真毋免烦恼，真自在，伫这中间来讲话。但是你若看新闻的报道，讲到同温层的时阵，大概会有2撮字啊。无论什么款的报纸，社会、政治、教育娱乐，若讲到同温层，差不多拢会安尼写，写讲躲在同温层，密伫同温层内底，或者是讲在同温层里面取暖。那换一句话讲，同温层的意思就是会共排斥。所以伫无论像讲伫政治、政党，或者是讲伫教育的单位，或者是讲伫学术，拢有即款的现象。那安尼伫信仰的团体敢有同温层？我想这会当互咱大家做伙来思考。我还会记得伫2009年，迄当阵我伫高雄的时阵，我所服侍的教会，因为因有办所谓的社区的课后陪读班，所以教会嘛真欢喜来将奖学金提供予社区的朋友。也因为安尼，
遮社区的囡仔真欢喜，然后教会的牧师嘛真鼓励，甲遮囡仔讲，啊，恁若要领奖学金，就爱请爸爸妈妈做伙来，啊，然后借即个机会，互社区一寡家长会当出来交伫教会。伫迄日，我印象中还阁真闹热。招待安尼伫门口分周报，然后中集伫门口安尼甲兄弟姊妹挨说住。结果雄一个执事走来甲我讲：团导，我有够惊的啦！哦，食甲即世人吼，毋捌看过有即款的人啦。我讲是安那发生啥物代志？伊讲吼，今仔日礼拜有足侪人吼。穿水里白，穿迄蓝白拖，啊穿短裤，啊穿迄白色，伫阮南部拢穿迄种白色的迄种迄叫啥？汗衫是无？还是迄种那内衫迄种的迄？啊，然后走来就要讲要出来做礼拜，要看因囡仔领奖学金。然后遮个同工嘛真欢喜分周报，啊，然后甲伊互咱讲代位。落来到伫礼拜堂，结果发现讲，遮个人，遮个社区的家长，逐个人，逐领衫的后壁吼，拢去用制改。制改的意思就是衫的后壁放囡仔，啊，即个囡仔毋是伊私人的囡仔呢，这是去参加某一个宫庙放囡仔。哇，遮个执事，遮个同工甲我讲。食到遮大汉伫教会出去，都毋捌看过即款的人，安尼敢爱互因入来？迄一日，迄一幕，一直到我现在，我的印象拢真深刻。我看见着一个从细汉伫教会大汉的执事，伊行到骹会死时阵。伊真惊吓，喺教会有出现即款的人，会伫礼拜的中间，然后伊的衫的后壁面都有当宫庙的印仔。你位兄弟，我较早服侍的教会，甲咱共款嘛是有双年大学，甚至还阁有梦园。嘛有幼稚园，听起来咱亲像甲社区的连接足好，但是面对着即款伫咱身边的人，甲咱无共款的时阵，却咱用惊吓来做回应。你位兄弟姊妹。如果若即个代志发生伫咱的教会，我毋知影咱会安怎样来处理。但是即个事一直影响到我面对着伫牧会现场，我常常拢会安尼来提醒我：教会无应该是自我做中心，教会应该是更较开阔，毋是用人的欲望伫遮咧控制。因为咱的信仰无应该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而咱团体的生活，嘛会当透过这项事提醒咱，而咱的信仰团体敢有伫圣神的感动中间来建立和连接，然后伫以基督做中心的信仰来充满平安甲喜乐。我想咱接续5月份开始，因为肺炎的问题渐渐减轻，教会嘛准备爱开始思考和应对恢复正常的聚会甲活动。但是伫即个进程，我嘛爱提醒所有兄弟姊妹甲中职。咱虽然因为肺炎的问题，
来分开和保持距离。但是唔通袂记住，咱的自责是因为耶稣基督，所以大家会当伫彼此的中间互相连接甲互动。所以昨的新闻看起着 AI， 这个叫 AIT 还是 AIT 啊，吼，这个美国驻台代表甲立法委员伫遐翕一支广告。伊讲，咱即摆没有握手，但是会当安那呢？会当用这个手敲，安尼大家安尼互相安尼 touch 者，互相亲按。我想伫教会中间，咱嘛无因为家己为着家己去疼人，因为迄是做勉强的代志。更较要紧的是，当咱恢复正常的聚会。兄弟姊妹陆陆续续倒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阵，咱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来去疼惜每一个兄弟。我爱鼓励咱的兄弟，因为耶稣基督，咱用相信来取代怀疑；因为耶稣基督，咱要用互动来取代隔离。咱要因为耶稣基督用祝福来取代咒诅。虽然啊，有的人真爱伫网络来批评教会、批评牧师、批评中职，嘛有人真意爱伫社区来传播假消息。牧师嘛爱甲大家讲，毋通论内。伫初代教会，使徒行传嘛，甲咱讲，虽然有团契的生活，却嘛有人会破坏团契的生活。但是，咱爱知影，上帝要爱咱做的是同心合意，伫耶稣基督的中间，用欢喜甲诚实来相听，剩的上帝会亲自来处理。求主来请做咱的帮助。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嘛是互咱重新来思考。咱敢有伫信仰的团体同心合意，为主来做见证。今仔日的圣经嘛，互咱重新好好来思考。咱敢有用诚实甲喜乐互相来分享。伫21世纪的教会，真意爱去讨论。教会都爱用什么款的方式、方法、技巧来帮助教会的人数增长？但是咱转来到伫初代教会三角做伙看的时阵，咱毋通袂记即耶稣对咱的教导。咱爱彼此相听，互众人对安尼知，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疼，阮嘛因为安尼来得到你的疼。阮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圣神的充满中间，会当去疼人，嘛互阮会当伫圣神的感动内底，有最诚实甲喜乐。愿上帝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伫主的看顾中间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